这名字我就想起云南的那个美食过桥米线了。他的声音太美了，一下子就记住了。东巴菜，东巴菜，东巴马草马去了个伢的。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您收看《民歌中国》栏目，我是主持人张宇。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啊，来过很多的歌手，有大家很熟悉的，也有名气并不是很大的。但是呢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他们与民歌有着不解之缘。那今天呢，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，他也是一位与民歌有着不解之缘的朋友，同时呢，他还是一位80后。他呢，名气说大不大，说小呢也不小。你看啊，他在4年当中已经发行了11张专辑，而且销量都相当的不错。很多听过他歌的朋友呢，都会很快的喜欢上他。我也相信，今天您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，也会非常快的喜欢上这位歌手。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哈尼族歌手米线，掌声有请。离开家1万里，心里想着你，慈祥的妈妈，我永远爱着你。我家在哪里？歌声指引你，在那天边有一个吉祥鸟的传奇。在风中飘起，带着思念飞向天际。我亲爱的慈祥的妈妈，我想念你，祝福你。我的脚步千里万里，最爱还是故乡土地。当你说出与众不同的话语，那是我用灵魂歌唱你。离开家1万里，心里想着你，慈祥的妈妈，我永远爱着你。我家在哪里？歌声指引你，在那天边有一个吉祥鸟的传奇。
风中飘起，带着思念飞向天际。我亲爱的刺下的妈妈，我想念你，祝福你。我的脚步千里万里，最爱还是故乡土地。当你说出与众不同的话语，那是我用灵魂歌唱你。离开家1万里，心里想着你，慈祥的妈妈，我永远爱着你。我的长发在风中飘起，带着思念飞向天际。我亲爱的刺下的妈妈，我想念你，祝福你。我的长发在风中飘起，带着思念飞向天际。谢谢米线，谢谢，真好听这首歌。谢谢。刚才米线给咱们唱的这首歌呀，是一首原创作品，叫《吉祥鸟》，而且这首歌呢也是专门为米线量身定做的，有一种高原的音乐元素在里面。哎，米线，你是哈尼族爱尼人是吧？那这个名字是哈尼族的那个语言吗？还是对，译音过来的，对，译音过来的，对对对。哦，我一听到米线这名字，我就想起云南的那个美食过桥米线了。很多人都这样。对啊，不过这也挺好的，很容易让大家记住你。谢谢。刚才在听这首《吉祥鸟》的时候，我看中间有一段你跟男生伴唱的那个位置，那是我们爱尼语啊，是爱尼语。对，爱尼语。我说我听不懂，那唱的是什么意思？阿妈我诺嘎呀，就是妈妈，我想你，我爱你，然后妈妈，我思念你，我永远爱着你，这样的意思。对，哎，看来这爱尼语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咱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自告奋勇的上台来跟米线学2句的？有吗？来跟我举手看一看。说参加的啊，有米线的专辑啊，可是有很好的礼品。来，积极踊跃一点，还有没有啦？还有，就这位就好吧。我就教那个简单的我们爱尼人那个跳舞的那个歌曲的那个爱尼语，好不好？东巴菜，东巴草，东巴马草毛儿去了个娘家来草来东巴草。没事，这个很长，我觉得他们一听就都傻了。那没事，那个大家都学那个前面那2句，然后后来我来唱，然后一起跳。好，你先跟我们说一下他们要学的是什么意思。东巴草就跳舞吧，来吧，跳舞吧，跳舞的意思。那后面呢？你那个嘟嘟一大长串的那个就不跳舞，然后痒痒脚。脚底痒痒，对，就浑身哪都不舒服。好，那这样来，米线老师在前面，我们后面的这5位学生，看看他们谁学得好啊？东巴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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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巴马草毛儿去了个娘家来草来，东巴菜，东巴菜。就这样，很简单。不错不错，来，我们再来一遍，然后再来一起跳一遍啊。好，预备起。东巴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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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巴马好吧好吧，不难为了，我们这个男观众有的还有一点顺拐，但是非常不错。这样我也作为奖励要给他们每个人一份米线的专辑，好吗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拿一下。谢谢。那接下来，那米线就给我们带来一首哈尼族的爱尼民歌，叫做《神奇的山寨》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家家山，你们提草。
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首《神奇的山寨》，它的作者张波呢，就是哈尼族的爱尼人。他呢创作了50多首爱尼通俗流行歌曲，对，而且深受大家的喜欢。基本上就是可以通过张波的歌曲了解到我们爱尼人的文化生活，算是一个代表了。我知道张波他不仅是写歌，他自己也会唱歌，是吗？对，唱得非常的好。是吗？那他有教过你唱他的歌吗？教很多，像比如说新的约会啊，这些歌曲是很浪漫的歌曲，而且我知道那个，对你刚才说到新的约会这首歌曲，它好像还获过奖。对，就是全国金马奖的金奖。金奖，对对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就有请米线的弟弟跟他一起演唱这首《新的约会》，有请，谢谢。